一贯道神园山庄义和盛堂简介。建筑外观：慈清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舍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新建中的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4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盛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兴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清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兴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希望圣玉贤观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舍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的家乡关田乡舍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月会菩萨像。和老前人史迹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新义3前张秋圣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与陈前人像。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1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神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办公室与交谊厅众志爱心会。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九龙半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点传师各有1间休息室。地方佛堂法会活动班次目录。6组坛经班、文理班、常青读经班、儿童读经班、启慧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享塑料组、资源回收组、道物检讨、世界道场开荒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度众办道家访城全救及济贫。2楼后办事图书馆。3
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字有20个字，代表五教，也道如佛回教教义而以儒教为主居中极。上帝真宰象征五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及上方大钟形建筑，晨钟象征醒世，开经典班，仙佛班，天人合一班，青上人才教育班，清修院班，举办正法兴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画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地下室开长青班、新春志向班、清口班、年终悔过班、联合体会班，有4年制学界课程教室之至善班、在觉班、金钟班、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鼓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辅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道六甲做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及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陈水扁总统回观田乡西庄暨莅临神园山庄义和圣堂。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怀师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弘唐均有亲口修道者，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游迷乐园。参加一贯道总会的台南县永康办事处举办的心灵改革文化讲座，夏营及新营。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5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5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参访联谊，南区点传师联谊，基础组单位参访神园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组县道青联谊。93年11月7日一贯道彰化县知会身心灵宗教之旅，学界道场义和与纯阳单位联谊，参加神威天台山一贯道大道场运动大会。
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天台山一贯道大道场，参访台南县南化玉山宝光圣堂，宝光祖道清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新义祖南清单位道清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新义祖纯阳单位道清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清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宜兰台北道清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常有各地道清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国外开荒，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尼泊尔及南亚的印度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不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搜寻网站，再输入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陈前人在生时卖地不吝给人走的道德。重庆州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兴建武圣宫，提供道清及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源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92 0669000008，台南县关田乡社子村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